活在當下啦。公司要開會嗰陣時，咪100%去投入去開會啦。睇症嘅咁更加要全神貫注幫病人解決問題。喺我嚟講，合醫就係識得醫嘅病，你一定要去幫人手去做啦。因為人生命佢哋嘅健康係無價嘅，見到你一定會參與去幫助佢哋嘅，呢個係一個精神嚟嘅。我係黃天賜中醫教授，我係醫道惠民嘅創辦人，我係本地薑。我聽翻我爸爸媽媽講咧，我爸爸每一次懷孕咧，佢改咗個男仔名，但係每次用咗第一次、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都冇啦。佢話第五胎嘅冇改名啦。咁到時突然間生咗個男仔，佢話咁就係天賜俾佢嘅。我記得我10零歲咧就感冒菌入咗心臟，嚴重嘅個案啦。喺當時嚟講，出院之後咧，爸爸提議我，喂，你身體唔得喎，要多啲做運動，咁啊一路鼓勵我做打功夫啊，學行醫啊，醫病都要學醫自己先啦。咁啊一路邊做邊學，咁佢都係想我多啲運動，多啲活躍多啲，慢慢，我覺得身體又越嚟越健康，更加增加我去對中醫嘅研究多啲。大少少啦，咁佢一路帶我去接觸啲朋友，原來都係圍翻住，譬如街坊福利會啦、國術嘅學會啦，同埋醫學嘅團體啦，我就潛移默化慢慢了解中醫同國術有咩關係咧，同健康有咩關係咧？喺不斷嘅年齡咧，咁我學過不同嘅功夫啦。譬如細個喺街坊福利會就一班朋友、一班同學就去學柔道啦。咁跟住爸爸我有啲學蔡李佛啦。20幾歲開始就鍛鍊太極拳。喺太極拳亦都啟發到我點樣用翻太極拳嘅力柔地借、收尾雷，點樣去骨正筋柔，同中醫嘅骨傷科嘅文化好相似，特別有一個中醫骨傷科喺《黃帝內經》講叫骨正筋柔、氣血已流。太極拳同埋傳統嘅射箭，俾我一個好新嘅啟發。佢話所有力咧係同地起，咁但係點樣可以修正你個尾雷咧？尾雷就係我哋個人體嘅尾龍骨，等於我哋尾龍骨去修正，原來錯立先可以中正嘅。呢個運動鏈嘅體系咧，係中醫嘅醫書好少提及，但係俾我一個啟發咧，就係我應用到教翻個病人點樣去一啲自我康復嘅運動。當我碰到第一個病人係17歲一個女仔，咁佢一出世就叫先天性腦部發育問題。家長就問我個女係咁樣嘅情況，佢又唔係好想做手術，問我有冇其他方法。我話試下啦，因為呢個情況我都係第一次接觸。咁但係喺父母嘅協助下，同埋我都翻查一啲古老嘅書籍啦，咁亦都睇到其實最緊要就係骨正筋柔、氣血已流。咁我就用中醫嘅康復嘅治療方法，包括針灸啊，浸啲藥酒俾佢媽媽幫佢喺屋企沖涼啊，因為媽咪嘅鼓勵亦都令到我更加可以投入更多時間喺呢個義診嘅服務。咁咪一傳十，十傳百，咁就喺短短1年間，治病嘅細路仔都已經係增幅到100零個，去到600幾個。天使行動個名咧，就嗰啲媽咪同我講，啲小朋友咧喺佢心目中就係一個天使嚟㗎啦。開始做呢個一班天使行動呢班小朋友，咁亦都接觸咗呢1000幾個家長。除咗醫病人嘅小朋友之外，都要睇埋佢兼佢嘅屋企人咯。因為我睇到佢哋嘅壓力先係最大。解決疼痛係好容易對我嚟講，但係要令到嗰啲病在其中啲人咧，佢未必知嘅，就係好似一個條魚，佢游緊水，佢未必知道喺個水裏邊嘅。我嘅責任就要將我學識嘅嘢點樣去轉達，話翻俾個小朋友嘅家長聽咧。而家科技發達，本身嚟講對人類身上咧係一個好事嚟嘅。但係幾好嘅科技咧，就去到而家都係仲好多局限。譬如驗血報告啊，或者超聲波報告，或者嗰啲叫影像報告 CT 嘅，都有個局限。咁譬如局限咩？譬如佢檢查唔到疼痛啦，但係中醫就可以提供一個喺未確診之前，我哋做一啲簡單嘅
康復嘅護理，點樣用簡單嘅方法令到佢哋舒筋活絡呢？所以醫道為民就係我將我醫學上學到嘅嘢，亦都會教育翻其他啲醫師，等佢哋可以用翻啲咁簡單嘅中醫嘅傳統文化嘅治療手段，去對付一啲而家覺得坊間好難醫嘅病，我哋俾佢多一個選擇。